開心夢旅行係一項旨在為智行基金會所服務嘅困境學生募集教育經費嘅公益活動。自2006年由智行香港義工團隊自發成立項目籌委會以嚟，已持續運作近20年。參與者需自行承擔活動期間嘅個人成本，共同支持此行受助學生參與活動嘅費用，並捐贈一定金額。所有善款均用於支持智行困境學生嘅教育與成長。截至目前，項目累計籌款近5000萬港幣，為無數孩子嘅求學之路注入了溫暖與力量。喺過去嘅19年，智行義工與眾多愛心人士攜手，行過香格里拉、麗江、屯溪、西安、北京、蘇州、南京、青島、洛陽、武漢、麗江、陽朔、濟南、太原、大灣區、鄭州等很多地方。他們與受助學生交流互動，帶領孩子們遊覽山河，參訪名校名企，打開一扇睇向更廣闊世界嘅窗，幫助佢哋拓寬視野，建立信心，積極進取。喺暴風雨後嘅海邊，老爺爺同孫女漫步於黃昏嘅海灘。美麗落日下嘅海灘卻遍佈無數垂死嘅小海星同小海馬。老爺爺俯身執起一顆小海星掟入海中，孫女好奇咁問爺爺：呢度有咁多小海星、小海馬，點解要咁做啊？老爺爺再執起一顆小海馬掟入海中，講道：對我哋嚟講，佢只係沙灘上數千顆海星、海馬嘅其中之一，但對於呢個海星同海馬嚟講，就係佢嘅一切。呢個就係智行小海星、小海馬嘅故事，亦是智行工作嘅意義所在。更係開心夢旅行所有善長仁翁愛心匯聚嘅核心，激勵着更多人士加入，助力更多小海星、小海馬嘅成長。20年相伴前行，最美嘅唔係風景，係夢想被點亮嘅過程。2025年11月7號到10號喺杭州，讓我哋一起漫步在西溪濕地公園，同行名企名校，傾聽孩子們心裏藏着的夢。開心夢旅行，期待與你同行。